首先口罩嘅金屬條要向上，一隻手穿過頭帶托住口罩，兩條帶垂低，然後笠住口鼻。要檢查金屬條係咪喺鼻梁上面，鼻同口都要俾口罩遮住，唔好帶歪。然後將上端嘅頭帶拉到頭後面，頭帶會放喺耳仔上面，而下端嘅頭帶就拉放至頸背，再用雙手手指同時按壓金屬軟條，壓成鼻梁形狀，然後再檢查口罩有冇漏氣。正壓測試，先用雙手輕力按住口罩，然後大力呼氣。如果空氣冇喺口罩嘅邊緣洩漏，就表示戴得啱啦。如果有漏氣嘅話，可以調校口罩嘅頭帶同鼻梁嘅金屬條位置。負壓測試，用雙手按住口罩，然後用力吸氣，口罩中央就會貼向面部。如果空氣從口罩邊進入，就表示戴得唔啱啦，必須要再次調校頭帶同埋鼻梁金屬條，令口罩緊貼面部。就確保測試合格之前，千祈唔好進入污染嘅地方工作。喺佩戴嘅時候，首先要將面罩罩住面部中間位置，然後調節好鬆緊，將面罩盡量貼緊面部。為咗確保面罩式過濾器有效，過濾器係要定期更換嘅。